伫咧今年嘉义布袋到平湖的南势公路，前一阵受到疫情影响，是无啥旅客来坐船。不过，即届清明连续假期南势公路的观光，却是有开始成长的趋势。民众大包小包赶行李排队来坐船，船舱内底嘛是已经真侪人。布袋香港伫清明连续假期第一天，一早啊就有真侪游客要坐船去平湖。就现在有疫苗嘛，然后台湾其实对这方面也是管制的还不错啊，所以会很放心。连续假日第一天来布袋坐船的游客就有4000多人，今仔日驶出去的船就有10班次。港务公司布袋管理处表示，疫情若无搁较严重，今年载客量应该有机会会当来提升。我们去年4月到6月的旅客大概只有6万多人，今年的状况来看的话，今年的旅客应该会恢复到108年那个那个景象出来，大概预估今年的人数应该会有所突破到60万人以上。港务公司表示，疫情也会全面解禁，相关防疫作业嘛是继续进行。为了惊有居家检疫的民众会掺入咧游客内底，海巡署伫出发进前已经有进行身份的检查，才有法度予遮尔侪游客会当准时佮安全出发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